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初1，希伯来书12章28节安尼讲，所以咱着感谢，因为咱有得到迄个未受摇动的国度，咱着照上帝所欢喜的，用虔诚甲敬畏来服侍伊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照你所欢喜的，用虔诚甲敬畏来服侍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愿满心敬拜你，称颂你至高无比的名。主啊，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，你是永远做王的上帝，你掌管人类历史甲世界万物，你的国度永无摇动，你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你的信息直到万世代。主啊，愿一生要来献上阮的懊恼甲感谢。主啊，你所赐予阮的，是永无摇动的国。当世界动荡，人心不安，环境改变的时，你的国确是永远建立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无将眼光放伫短暂的事物，乃是注心伫你永远的应允。所以，愿要用虔诚甲敬畏来服侍你，因为你有无摇动的国度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